中的这个女子排球队，伫今年的国中排球甲级联赛摕到第2名。国中排球甲级联赛3月23结束，建国高中的女子排球队摕到第2名，大家拢感觉真公平。牺牲假日，牺牲平常的时间呢，投注在排球练习。那看到孩子可以得到这样的成绩呢，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欣慰。因为疫情影响，排球队对外比赛机会比较较少，或者队员比赛时较紧张。大家期待讲明年会使得到冠军。我们平均身高都不高，但是我们用技巧球来弥补身高的不足。今年能够打第2名，真的非常开心。在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。要伫体育比赛摕到好成绩是真无简单。建国女子排球队摕到第2名，因果是云林之光，因期待后摆比赛会使将冠军留伫云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